各位老師好，我係黃秀玲。今日我分享我對於領導才能嘅經驗同埋見解。首先，從我小學4年班開始，我就已經有參加以英文為主嘅29團童軍。我想係增長我見識嘅同時，可以提高嘅英文水平。喺呢5年期間，我曾經擔任幼童軍隊長，協助新加入嘅同學適應，教佢哋一啲基本嘅知識、技巧等等，仲為一啲英文欠佳嘅同學提供翻譯。而今年我係擔任大童軍嘅副組長，我嘅責任係協助組長完成任務，譬如1年1度嘅小組郊遊。每組嘅組長同埋副組長要自己規劃好要去嘅地方、時間同埋日期。而我嗰一組就係要去和富射劍場。由於我組裏面大多都係年紀較細嘅同學，喺家長討論之後，就由我帶領佢哋前往。好感激大家對我嘅信任，呢次嘅活動亦都令我印象深刻。至於對領導才能嘅見解，一個團體裏面難免會有爭執同埋意見不合嘅情況。如果唔識得好好處理呢件事，呢個團體就會難以團結，可能會出現分解嘅情況。所以我認為一個合格嘅領導者唔單止需要有良好嘅規劃，仲要識得對呢啲爭執做出客觀嘅判斷，仲要平易近人、公正無私、樂於做人等等。我相信呢啲我都做到，所以我認為我係一個合格且優秀嘅領導者。我嘅分享到此完畢，多謝。